喂，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有朋友問我喺星河單提，如果剛需買一套三房，可以買邊啲樓盤？今日佢嚟啦，幫大家安排一套高配版嘅吓。走，呢、個單位嘅房單整面積一共係109方啊，做咗4房2廳2衛1個廚房，南北通透嘅戶型啊。業主全新嘅裝修可以話係拎包入住。業主裝修一共係等咗成30個 W 以上嘅，而家咪等於白送俾啦。OK，話唔多講，去片。好啦，家係生命嘅歸宿，我係星河單提，一齊等待你創造更多關於家嘅故事啊！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